同學，今日我哋背書。十蚊布衣，公間於南洋；十蚊布衣，公間於南洋；十蚊布衣，公間於南洋；十蚊布衣，公間於南洋。十蚊布衣，公間於南洋，久傳盛名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神卑鄙，位至廣屈。三顧神於草廬之中之神，而當世之時，有是感激。誰許先帝以居遲，有是感激。誰許先帝以居遲？十蚊布衣，公間於南洋；十蚊布衣，公間於南洋；十蚊布衣，公間於南洋；十蚊布衣，公間於南洋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以來21年矣。先帝之神謹慎，故臨崩忌神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宿夜憂嘆，恐託付不效，以傷先帝之名，故5月到牢，深入不毛。5月到牢，深入不毛。十蚊布衣，公間於南洋；十蚊布衣，公間於南洋；十蚊布衣，公間於南洋；十蚊布衣，公間於南洋。出師表，諸葛亮。神本布衣，公間於南洋。當時諸葛亮係布衣，正值有人賞識佢，佢親自耕作，就係等緊一個時機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將士三軍不定，中原樹結路，頓讓隨間空。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將士三軍不定，中原樹結路，頓讓隨間空。興復漢室還於舊都，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將士三軍不定，中原樹結路，頓讓隨間空。興復漢室還於舊都，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將士三軍不定，中原樹結路，頓讓隨間空。興復漢室還於舊都。布衣，公間於南洋；十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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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衣。